我想要跟你们做朋友。变态！可以借一点钱，买书充实一下知识。他们是我朋友，有人敢动我，就等于动他们。这边不适合外行人，你去隔壁小学打。来，你有一给你，懂为堂你公行师。干嘛啊？我要替堂堂报仇。你在讲什么？这因为了他的人生。种种事情哦，不是四面宇宙蠕动。你动了很勇哎！不要这样了，跟我一直摆这种死样子啊！好，你就来革命。好，不过我跟你咱讲啊，重点，蓝龙的0分考卷。